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月初三，台南安平有一户人家起爆，一对17岁双生兄弟啊，煮食无小心，雅士外泄，引发着爆炸，嘛讲碰到隔壁3户人家，两兄弟啊嘛碰一个2度到3度烧烫伤，都要长期复健做治疗。但是大笔的医药费甲厝边的赔偿费，两兄弟啊单亲妈妈根本都无法度来承担，所以里长发动着募款，拜托大家斗相共。救护车赶到位，甲受伤的兄弟啊，连上车紧急送病院，两个人拢伫厝内灶骹被炸伤，伤势真严重。17岁双生兄弟头面甲手拢是2度到3度的烧烫伤，都要接受长期治疗，也阁有日后的复健。不过因的家境无好，单亲妈妈做线工饲鸡。他是外配，然后又单亲，加上低收，因为要去照顾孩子，所以目前也没有工作。事件发生伫9月初三透早，兄弟两个因为煮物件时阵，毋知雅士外泄，引发爆炸。为了大间房间的窗仔拢炸开去，也个影响到共栋3户人家。单亲妈妈带双生兄弟啊，伫租的厝发生意外，厝主要求马上搬走。一家伙3人住倒位拢有问题，也有大笔的医药费，而且还要赔偿厝边斗毁损的费用。里长帮因发起募款。我们会把所有的捐款，我们会造册，然后会公开。有未少爱心的民众打电话来关心，有的是直接来捐款。里长嘛希望大家会当伸出援手，帮伊母仔囝3个人渡过难关。